1967年係一個充滿矛盾同變化嘅年代。香港人口已經去到376萬，新增嘅人口當中，大部分都係從內地逃難過嚟嘅，當中有支持國民黨嘅右派人士，亦都有親共嘅左派人員，兩派人馬喺香港進行緊激烈嘅政治鬥爭。經濟方面，香港已經成功由轉口貿易轉型做工業發展。自從1959年開始，香港嘅出口額已經超越咗轉口額，成為東亞地區嘅世界工廠。對美國嘅出口佔總額嘅6%至7%，對英國嘅出口都有1%咁多。不過，經濟發展嘅成果並冇平均分配到社會各個階層，社會狀況就更加令人擔憂。1960年代嘅香港，貧富懸殊問題越嚟越嚴重，基層市民只能夠分享到好少嘅經濟成果。好多人住喺寮屋區，生活環境惡劣，而且1963年同1967年都出現咗嚴重旱災，食水供應不足，令到草根階層嘅生活雪上加霜。港英政府當時對民生問題嘅重視程度比較低，未能夠及時疏導民怨，低下階層感到自己嘅訴求被漠視，對政府嘅不滿情緒日益高漲。1966年嘅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就反映咗當時民間嘅怨氣。呢種社會矛盾正正為左派團體提供咗發動政治鬥爭嘅土壤。與此同時，國際政治局勢都發生緊重大變化。1966年5月，毛澤東喺中國內地發動咗文化大革命，呢場政治運動嘅極左思潮開始影響到香港。中國嘅外交政策因為奪權運動而被極左派控制，對香港嘅政策都變得更加激進。就喺呢個背景之下，1967年1月，澳門左派發動嘅123事件成功壓服咗葡屬澳門政府，呢個勝利大大鼓舞咗香港嘅左派勢力。香港工委同新華社香港分社開始策劃喺香港發動類似嘅行動。導火線係新蒲崗人造花廠嘅勞資糾紛。1967年5月6號，呢場工潮正式演變成大規模暴動。最初，左派工人手持毛語錄，高舉毛澤東頭像章，進行罷工同示威。但係情況好快就惡化。5月22號喺中環花園道，港英警察毆打左派群眾，令到衝突進一步升級。到咗7月8號，暴動去到一個新嘅高峰。喺沙頭角邊境，300個人從華界闖入英界，用機槍攻擊警崗，爆發激烈槍戰。呢個時候，暴動已經由最初嘅工潮發展成暗殺、炸彈襲擊同武裝衝突。整個香港籠罩喺恐怖氣氛之中。警方總共發現咗8074個疑似炸彈同1167個真炸彈。最令人震驚嘅係林彬慘死案。香港商業電台主持人林彬因為批評左派而被燒死，呢件事令到全港市民都感到恐懼。北角清華街亦都發生咗炸彈爆炸事件，造成平民死傷。不過，暴動最終都係失敗咗。到咗年底，中央政府嘅周恩來召回咗香港工委嘅負責人，下令停止一切暴動行為，不要搞真假炸彈，不要上街遊行，不要罷工。1967年12月，6·7暴動基本被平息。呢場持續8個月嘅暴動，造成51人死亡，832人受傷，4499人被捕。香港股市跌到歷史最低嘅58.61點。不過，暴動嘅失敗反而強化咗香港人嘅身份認同，大部分市民都對左派嘅過激行為感到不滿，亦都促使港府推行一系列社會改革，成為香港戰後歷史嘅重要分水嶺。就喺呢個歷史背景之下，渣打銀行就喺同年，即係1967年，繼6時5元紙幣推出全新黃色嘅5元紙幣。而家我哋就嚟睇下黃鎖匙嘅設計細節。如果你哋手上有黃匙嘅話，可以拎出嚟同阿水一齊欣賞下。你見到紙幣正面左右兩邊各有一個鎖匙標誌，佢係繼承咗6時嘅設計，所以收藏界就叫佢做黃匙。講返正面設計，成張紙幣以黃色同橙色為主調，頂部寫住渣打銀行英文 The Chartered Bank， 下面有 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that is offered $5， 即係承諾即時兌現5蚊。
中間有個大大個紅色5字同埋英文$5字樣，下面仲印有 Value Received Hong Kong。左下角有渣打銀行嘅徽章，入面有獅子、獨角獸等英式文章元素。4個角都印咗5同埋5字，左右兩邊仲有香港2個大字。左右上角有紙幣編號，底部中間有個橙色框，入面寫住5同埋5元。值得留意，呢張紙幣係冇印發行日期嘅，只可以靠設計、簽名、顏色同編號去判斷佢嘅年代。所以喺評級套上，黃時嘅發行年份會以 ND 1967顯示，而 ND 就係 No Date 嘅意思。再睇埋背面，主色都係黃橙色。最搶眼就係中間有艘傳統中式帆船，背景係香港嘅山水景色，成個設計好有香港海港風情。上面寫住$5，下面就係 The Chartered Bank。4個角落仲有唔同細緻圖案，包括動物、植物，仲有5同5字。黃時最大嘅技術創新就係首次採用咗隱藏式防偽金屬線技術。1967年呢個技術真係國際先進水平。條金屬線嵌入紙張纖維中，形成一條垂直嘅安全線。平時光線下唔容易見到，但將紙幣對住光睇，就會見到清晰嘅垂直線。呢條線唔係印上去嘅，而係造紙時已經嵌入，令偽造者好難仿製。而家講下大家最關心嘅收藏價值同投資潛力。根據近10年市場數據，黃時嘅價值持續穩定增長，年增值率大約係8%至12%，喺收藏市場算係好穩健嘅表現。專業評級對市場價值影響好大。PMG 評級65分以上嘅黃時，市場價通常會有顯著溢價，比冇評級嘅同年份紙幣高30%至40%。不過，雖然已經面世接近60年，但市場仍然有機會出現年號新鈔。就如 PMG 67 EPQ 記黃時，喺過去1-2年增加咗100幾張，67 EPQ 供應突然大量增加，令高峰期達3500蚊一張記66 EPQ 跌至最近嘅2500至2900一張，而67 EPQ 記成交價更由2023年嘅7000蚊降到最近4000幾5000蚊。由此可見，黃時仍然係有機會增加供應嘅鈔票類別。想收藏黃時，應要有長期持有嘅心態。收藏應該係興趣為主，投資為輔。喺節目結束之前，不如同大家睇下黃時最新嘅市場造價。